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强下来做运动了哦。看到玉梅老师嘛，精神百倍哈。只要讲到瑜伽，讲到运动哈，玉梅老师不管行动来，哈，做到健康共用哈，同呼吸同在，同健康同在。故说呢，也哈乡亲朋友有发现嘛，玉梅老师抽章以后呢，也老大家讲的做安尼太高骨，安尼太高骨当重要哦，有冇呀？要变。熟悉啊，好太高骨了哦。人家太高骨呢，好爱支撑，好爱承载人的身体上半身的重量。你假使讲，身材唔要动太轻的啦，身材好，你做太高骨冇按辛苦。你讲动重啊，体重动重啊，动胖胖的身材哈，也太高骨就较辛苦。好，故说呢，人哋锻炼佢哈，爱训练佢，爱保养人哋太高骨。医学有报道啊，假使人太高骨还不够健康，容易就很容易跌倒，也动人跌倒啊，就是脑中风啊，好就失去健康，失去健康呢，对生命就没有价值，没有意义，啊，就会吃得光，活得很辛苦。所以玉梅老师呢，用抽的，用动简单的方法，训练大家，刺激大家那髋关节，好，也脚呢那脚面，那接那脚面哈，都平常都不卡哈，你就。有事情冇事情，看那个米的时候呢，人家个脚弓啊，也那个脚弓，就是讲，那视察个曲项有冇？还给人家弹性。你假使讲去，你发现讲老人家要脚弓哈，迄当平的时候啊，你行路就还会跌倒。你接哈，他接就会踮脚尖，哈，他接就会踮脚尖哦，你就会刺激人的脚底啊，脚底个末梢神经啊，你就他唔会手脚冰冷。故说也系内功米启动那个脚趾间的能量的时候，人家就可以用力嘞。故说你可以数秒都人家熟悉髋关节，那个筋头会很呢，哈，打开来，个并起来，好，打开来，好并起来。你看那按键的那动作呢，那横轴啊，那横轴你就会触及到人家内侧，有冇？开合，打开来。好，合起来，打开来，合起来。按你做的时候呢，给下肢的血液循环就开始启动诶，好，开始来顺10度哈，来1、2、3、4，面带微笑哦，享受哦，6、7。踮脚尖哦，有那个脚趾头有内起来嘛？你脚跟不要下坡，踮脚尖哦，冇踮脚尖，你个效果冇同样哦，乡亲朋友，提醒你要踮脚尖哦，唔不用踮按那个方法係冇同样哦，哈，好，然後呢腳都打開來，好，然後呢不用正中間，好，內腳面接內腳面，哈，也係唔事前呢。保养的方式又动又好，好，然后开，好，那个脚跟，那个脚掌筋啊，哈，并起来，哈，合，开，合，开，合，开。你看到那打开来的时候啊，你那个脚掌筋，那个脚趾头，哈，那个小腿肚，全部都有触及到的，哈，并，开，合。开合，因为按简单啦，你就有做到呀，做到人家熟悉髋关节哈。好，打开来，打开来，好啊，不用轻松，好，不用轻松，人家脚好，按你上下动一动。当你要做的事情来做嘛，冲马桶知道嘛？偏手啊，你一冲马桶，你冲马桶的时候呢，最健康的方式呢，就是人家下背哈。准备一个洗垫呢，搓马桶迄个哈，安尼搓垫，也个太高骨啦，这样唔会紧张，哈，这样唔会用力，你就较好行通。按搓马桶迄个呢，脚要做嘛呢？好，你就按呢，好摇晃，按呢对人个脚趾头，对人个你看人脚爱往前踢的，踢起的哈，不用轻松，迄没人家髋关节启动人能量，那踢出去，好。收起来，踢出去，收起来。那你踢出去竖起来的时候呢，你就训练到人个大腿的四头肌的肌肉。嗰个呢，人个
给高过啦，最用力嘞，好，就会启动它，就唔会因落因萎缩，好，你就按简单的，因为老师教你讲，抽马桶就可以抽运通，好，何况人家抽灯看电视，喊就喊的呢，好，你就做按简单的动作，好，然后弯脚了哈，嘿，存出来哈，不用强爽，啊，存出来不用强爽，你有发现吗？你存出来的时候要用压的力量，好，不用强爽，好，存出来不用强爽，存出来不用强爽，只要动起来哈，你就可以带给有健康的机会，好，你就好安尼啊，你就唱歌呀，你去给唱歌呀，哈，或者做你想做的事情啊，你就当做人家还抽马桶抽过以后，抽到脚麻啦、手臂啦，你就停通啊，安尼，好，啊，你们可以然后抽灯的呢，你就可以安尼哈，安尼，好，你就可以安尼甩脚、动脚。好，也咩按尼呢，就可以做到做到髋关节，启动髋关节，然后跟身体啊哈，都《黄帝内经》都行有讲一句话讲，身体不用则退，冇用的，其实退化很较强。好，古说人讲，那身体本人用到几多10年呢？50年、60年、70年、80年呢？那保持讲啊，出门做的行路。是在唔是坐轮椅，你做一样啊，靠膝架，唔要靠偏人，哈，或者也太高个按简单的动作，哈，嗰呢也下坐底呢，也做正式做运动了哈，你要做较深层的哈，也右脚抬起来，做右手都要，左手都要，好，你坐上来，好，抬头挺胸啊，你坐上来，右手跟左手互靠，你轻轻的哈，你就用右脚。人脚爱下毛笔字样的有嘛哈？你用脚下撕，好，脚放到眼前呢，好，左片，当向右片，那你感觉，张回事，你会知道讲哦，原来这个脚按床，当这个都冇感觉。你都做瑜伽时候呢，你有感觉的时候，你就发现讲哦，安尼还没用脚启动的时候，也个太高骨就开始停痛。按你哈做圆形的运动有冇？好，左片、当向、右片，不用强手。好，那像是哦，玉美老师做嘛，今年搞瑜伽搞33年呢。好，你就提供啊几多岁的？好，那做阿婆的，你就知道讲哦，这因为亚的瑜伽嘅圆形运动啦，关节与腺体啦，每种咧讲哎呀，我去行路啊、散步啊、慢跑啊，每种咧按呢。好，你就做下基本的运动，哈，然后本日嘅太高个还有力，个有润滑液咩，唔会按你行路起靠。记得咯，哈，你从左片、当向、右片不用强松，左片、当向、右片不用强松。以后呢，反方向啊，哈，反方向右片、当向、左片不用强松，有嘛？反方向哦，你就可以2片就做得到，好，你。看你做几多，你右边的时候，你去感觉呀，打开来，当向，吐气，不用强松，吸气，抬起来，前面不用强松，你就按呢哈，打椎骨啊，你打椎骨，你做老师啦，你就人个朋友啊，哈，姊妹呀，好，大家坐定来，咱讲跟玉美老师搞一个关节与腺体抬高骨，啊，你就带大家。好，你啦，你就还摆出去相约去旅行啊，去聊去哈，去坐聊去，你就会知道讲，我身体变得动发通的哈。好，做好去，这样天天的不用强松，好吐气，啊，很刺眼哦。你感觉呀，做好的右片跟做好忙做的左片的差别。好，你假使讲，酸痛啊，你就拍哈，拍打啊，手啊，安慰一下。啊，记得咯，右片啊，左片咯，还样诶。你看玉美老师的做术，不用下来，好，拿放起来，好，护高。同样啊，你这样可是上面钟摆样的，你可以左右，不用强松。你就这个运动当中玩游戏，游戏当中运动。好，你就唔会吃到按紧张啊，吃到按无聊啊你啦哈。好，慢慢的啊，右片
同样啊，画圈圈啊，然后画右片、挡行，好，你就看到，吃到指甲脚还保养的还不错哦，哈，指甲可以口齿卡运通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好，来看下酸哈，整片看几多多，哈，左片反方向是几多多哈，好，慢慢的，也差不多6，哈，7。也懂，也系喜马拉雅瑜伽传承哈，懂经典，非常经典，个懂友好的，给安尼太高骨的运动哈，好慢慢的，好反方向咯，左片，东方，右片，放轻松，好，慢慢的你有感觉，专心嘛，专心，好，一面堂一面老师解释，好，你就知道，题目的意义的，对人个好处的，好，你就会感面去做啦。做迄唔伫遐个意义都来，遐个好处都来。我知道讲，安尼做有效无吗？按传统啊，按简单，安尼做有效无吗？哈，这个越简单的动作，哈，重复做，哈，个效果越大哈。好，慢慢的，好，慢慢做，做完以后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不用享受。好，做好迄个咪听讲手啊，好，还有一个动作，动简单哈，安尼，好，不用享受，安尼。你这老几安尼，胸贴的大腿哈，来起来，好不用享受。你车呢，你来起来，你那样，大腿靠胸，你就很东南走诶。你看，去干哈？当你安尼啊，坐凳啊哈，坐凳撩起个咩，看电视起个啊，哈。尤其喺空腹的时候，冇食饱，好，你讲吃饭前啊，按停通啊，乡亲朋友简单冇？按简单呢，不过动有效哦，哈，记得。当日做哈，保养那个太高骨咯，哈，不用向上休息一下哦。继续来做运动了，坐垫呢可以有动头动作好做，唔好看坐垫哦，我上课迄个教到瑜伽教室教学生的时候。好上个就让我讲，老师坐垫没冇吃盐呢，坐垫做呢比坐到瑜伽垫方呢，看看森林呢，做得更深层哈。我说呢，人家哈乡亲们一听到听玉米老师做大个动作，看起来简单啊，做起来冇简单。好，同样啊，训练太高骨，爬山呢，行路行楼台，好那种。特别会鼓励学生的哈，你行楼台尽量莫坐电梯，哈，你就行楼台，哈，坐捷运呢要行楼台，好，你请时间健身，请时间做运动，哈，然后坐垫呢，哈，因为老师请老娘右脚拿向起来，好，你就用右脚拿向起来，强的，哈，比方到两个脚趾头的前面，好，你这样不用带咯，不用贴肚方。你不用太肚方呢，好，我爱伸展那个太高骨，个后背个梨状肌、臀大肌，啊，最后你行路爬山呢，你脚卡起来个后背个太高骨个人个后背肌肉的训练到，故说呢，人脚不用到呀，好，唔不用到呀哈，人家没有姜母足哈，人家姜母足哈，强的，好按摩一下人个姜母足前面，姜母足下背个脚趾头个。脚趾头当方的个肌肉哈，做迄参行路的个嘛迄个止滑板，控制人个目的度，做用脚趾头顺方的肌肉，故说人家先按摩，好按摩好迄个呢，人家你看哈，你脚跟够好，好，人家也许哈，可能脚按高，好，那慢慢的不用下去。不用到平无按简单呢，哈，人个脚呢冇不用按入来不用到呀，哈，个人个右舒张吐气，当酸咯，乡亲朋友，看得到表情啊，看唔到人表情，不过我做的感觉到人表情，因为也只动作动成，也后背呀，规个肌肉会来到，好，你就数，你可以按呢。好，不用了呀，好休息一下，好慢慢的吐气吸气，慢慢的吐气吐气。那个酸痛啊，酸痛是帮你排毒，酸痛还帮你释放那个
负面的能量。佢说你停哦，停较久的喂，好，到你话作数呢，数张，比方讲也给脚掌、脚带哈，好，慢慢按来吐气。你这都要沉思，都要看电视，都要听音乐，好，那你等下你做一篇一篇，慢慢做些哈，冇做些，你放起来，你就会发现讲，哇，右片变得动轻松，左片要按高，好，按右做肯定是有效果，好，慢慢的起放起来。啊，停的时间哈较长单位啊哈，好，你停到呀，嗰个呢，让数变下来，好，安尼报婴儿式，他们的男伢孙呢，男伢生意呢，同样哈，男伢孙呢，冇做抱宠物好的啦，那个小狗啊，小猫的哈，你就试着讲哈，你就当做养个宠物好的啦哈，你手脏脏，好，慢慢的摇一摇啊，臂，好，摇一摇，臂，就放轻松，好，你就当做你男伢孙的啦，男伢宠物啊。按你讲，嘿，然后你释放两个压力啦，你就会发现讲，哦，两个压片，一个太紧头呀，有冇哈？你强的，敲，好，让佢不用轻松，敲一敲，不用轻松，好，一只动作和超级无敌霹雳有效，哪个有效？不行路，哈，爬楼梯，哈，不。这个做慢跑，做任何的运动，好，就做摇着通操，给摇一摇哈，慢慢不用轻松，你就当做讲，你都老养宠物哈，老弟的沟通，不用轻松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哎呦喂啊，当酸痛，哈，我以为当你做啊，就知道我享受这种酸痛啊，嘿，人家就会知道啊，看。记得了哈，压着脚轻弄直角哈，过靠胸，安尼平行过来，你按你发哈，你按你角度哦哈，还冇做到那个后背个动精华的所在啊，你按尼，好按尼，好，你讲个过进一步把树捞进来，按尼，啊，这次的动神，好，过转脚踝哦，好。都掌筋转啊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好，吐气，转脚踝。那人讲哦，乡亲朋友，人家手指头、脚趾头，人家身体好，身体唔好有健康嘛。人家脚趾头、手指头的光泽啊，好，个光滑啊，好，迄一个关键的。哎呦喂啊，有拉酸的哈，好，慢慢的，不用下来去哈，你按样啊，按的不用下来吐气。啊。很顺圆哦，很舒服哦，你就知道，好，不用轻松吸气，好，不用轻松吐气，好，再拍，好，松啊，好，松好些呢，哈，安尼该弯，乡亲朋友，坐在去哈，然后老几拗好些，你就老几脚伸出来，好，脚伸出来，安尼伸出来。好，然后给存啊，然后拍打，放松。因为老师搞的动作哈，你可以的当简单了，你冲下之后你就底啊，莫坐在那喊的，总要看电视啊，莫主力看那身体贴做，好，不用下来，好，放松，啊，放松，因为当很深沉呐，来。压着动作哈，你多做，你打坐啦、静坐啦、脚爱盘腿，好，你个安尼利益动态啦，你就会慢慢的一点的哈进步，好，不用轻松，好，弯脚了哦，左脚拿起来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不用，张口是你不会按高，莫上高了，你就不用等，重点是压脚哈，莫按的，你脚背是按的方哈，来到的肩头哈，莫穷央。哈，玉米老师讲那个肩头的后背哈，你的勾脚跟，好，不用讲呀，脚趾头当方，同样哦，先按摩一下，好，先缓和一下哈，你就不用轻松啊，记得哈，做运动要有这种享受的心情，好，有一次都讲，哎呀，老自己跟自己的身体相处，好，老
老自家的身体哈，陪伴他，哈，安尼按摩按摩。同样哦，也阮做脚啦，右脚做好，阮做脚。乡亲朋友唔对嘛，安尼身体哈，右偏老左偏，迄无同样。故说吐气的时候安尼，假使讲假下右脚较难做，哈，也系讲也下左脚较难做，左边右边迄无同样，哈，你出气迄感觉，哎呦，我知道讲也变熟悉髋关节，哈，你强啊做勾脚跟哦，勾脚跟哦，那勾脚跟。假下右脚当难做，也下左脚我吃到较刺眼，好无一天啦，也系讲人家左脚，也下左脚较难做，右边较死人无一天，好，你就安尼做，好慢慢吐气，好，你假使讲安尼舒张哈，做唔到的时候，你就两只手吐气，好，松下去挺胸，好，松下去挺胸，你去感觉吸气。吐气，好，慢慢的吸气，挺胸，吐气，不用向上。好，安尼吃到也哈松容些，一步一步的嘛哈，还也哈做两只手舒张，哈，舒张各位右片左片哈，不用多呀哈，你不用呀，沉思啊哈，不用向上休息一下，头脑莫安尼，啊来到也将近，那安尼平行不用呀下巴。好，不用了呀，放松休息。好，乡亲朋友有知道嘛？慢慢的，也个左边呢，个脚趾头会印下去。好啊，慢慢的放起来。啊，安尼天天的，不用下去，较轻松，你算暖身嘛哈。啊，后续呢，也在舒张，不用了呀，脚带。好，安尼，我知道讲这个脚按从拢唔对呢，哦，来放起来去，你会知道讲，一只镜头真规个来到诶，你那个只哈也摇一摇啊，记得咯，人家叫做人家个宠物啊，哈，人家叫做人家个好朋友啊，你摇一摇，做哦，吃看呐，你做看呐，你左边右边有同样嘛，你知道讲，哎呦，有知道讲，啊，给瑜伽也。给玉美老师的运通啊，安尼制作单位按用心，好，带本大家向前健康。我说你一天来强下做，唔敢那用看的话做玉美老师健康，好，按能量就冇办法去给它启动，好，你就摇一摇，好，你可以数差不多哈，10、9、8、7。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哎呦喂呀，动酸圆呢，也后背动酸圆呢，你听我安尼 SOS 讲，哎呀救命啊，安酸啊，你就提讲平常很勇气哈，拢冇照顾佢，哈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同样哦，不用下来，好，不用强松，好，吸气手上，好，慢慢拍。好，人家安尼后垫的咩？人家就安尼来开来伸直。哦，人家是讲来唔到呀，你就不用多呀，不用多呀。好，不用多呀咩唔怕。你那个来到玉美老师总爱做个美的动作咩？做知道讲，做开了以后呢，人家身体就舒爽的，人家脚就会存得出来，有冇？给身体健康哦，不管几多岁。你有锻炼到佢，你有训练到佢呢，佢就会回馈给你哈。看人啥人，看你做唔得，看人存折不有钱冇钱，你看到人身体，身体健康，走路有风，你就会最富有人，给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哈。好了，大家做得很棒哦，回家都卡好，当你练习，安子噻。